伫新北市土城呢，有一间违纪的补习班，伫2024年的时阵，竟然传出这老师呢，竟然甲12个囡仔骗蛇，甚至佫有翕这性影像。监察院今仔日是针对这案，对新北市政府来提出纠正，嘛来呼吁行政院，要重视对离校性侵害这受害者的协助甲保护机制。 新北市土城一间违纪补习班，在2024年的时，去互人压出来讲，一个姓李的老师性威胁12个囡仔，佮有翕性影像。其实伊早就有将这威胁的前科，出狱了后，2019年要在列管期间说违法开补习班，继续对囡仔学白来。监察院经过调查，随时针对新北市政府提出纠正，包括警政等单位针对加害者无照期间监控甲治疗，嘛无落实有关市性侵害防治中心统筹监化流程，变做是监警主导，致使受害囡仔爱中互讲家己的创伤。不断的这个奔波以及重复的陈述，总共13个小时到凌晨才把笔录整个做完哦。而且本来要统筹的性侵害防治中心，当天也没有能够及早的一个介入去统筹协调。我们希望的是以被害人为中心，一个跨网络的一个合作机制，但这个部分是没有落实的啊。监察委员嘛指出，新北市府嘛欠缺性侵害辅导的统筹规划。 致使清查受害状况甲辅导就前8个月，监委嘛强调，目前警政署、教育部和卫福部虽然拢有建立无责任人员的查询系统，但是资料上传查核等等拢有漏棚。若是用人单位也是学校无积极查询，都会互无责任的人继续接触囡仔。监委嘛建议立法院和教育部就研究自动工作证制度来落实预防。 我们希望能够参照澳洲的经验，能够从儿童安全风险管理的角色出发、立场出发，全面检视这些想要进入儿少照顾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，他们的个人犯罪记录，还有就是他们曾经任职的机关相关的调查记录。 监察委员表示，对违纪补习班这个重大的威胁案，就通看出警政、司法也有辅导资源等等，均是制度上的缺失。嘛，呼吁行政院重视儿童性侵害受害者的协助甲保护机制，环境检讨改进，提出相关指引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